我相信呢，大家对于泰国呢并不陌生，他们大部分人民都是信仰佛教的，所以呢，他们在佛教面前是非常的虔诚，每一年也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佛教仪式活动。当他们在举行这些佛教仪式活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跳起泰国宫廷舞蹈里面的祈福舞，来祈祷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接下来呢，我们美丽的沙德利们也将会给大家带来这一支非常文雅而又优美的泰国宫廷舞蹈祈福舞，送给各位，掌声有请。好，咱们。